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古早一句话讲：小生小旦免小瞒，骹花先踏出来看。意思是讲免讲伤济，看功夫就知影到底是真也是假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就是瞒，他没话瞒第五条。瞒简单来讲，就是骗的意思。咱讲瞒骗、欺瞒，也佫有瞒骗。古早字典解说讲，这个瞒骗就有诈欺的意思。假使讲若是骗人的功夫真老，咱讲是瞒天过海、瞒天过地，意思就是含天都要骗，也佫骗得过。真侪人讲真熬骗人，就有一个词，古早讲是瞒官骗财，某人讲是瞒夫骗财，就是讲真熬骗人。人讲瞒饲人肉，搭死人瘟，意思是讲爸母也佫伫咧，无咧有效，爸母过往啊才咧拜。就一句话讲到：瞒食瞒不食，食食不能瞒，就是敢若会当骗外行人，内行人就骗袂过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惹瞒，这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咱较知影的惹陷隐瞒，另外一个就是避嫌的含义。第二个词读做小瞒，也就是互相欺瞒暗陷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咱咧讲鸭卵较密嘛是有芳，做歹代志是无度惹瞒。贼仔含心灵的添油求钱，嘛想要上空上芳，坐入去到庙内，就互人发现牛骹扫出来，贼车自败，就无度小瞒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瞒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